日本年较大的议会是正式通过讲，要支持当地，也就是全世界规模上界大型的核电厂，搁在停放，相信明年1月就要开始运作啊。不过附近是经历过核灾的福库西马的居民是惊讲会搁再造成不幸。当地居民甲福岛核灾体验的民众，伫新式关机区外口6度的低温，差不多有300个人反对北基价武核电厂停放。52岁的大河县主，原底是大兴町的农民，核灾了后搬去到新式务农。伊坦白讲，看到这款决策，心中真惊吓，也真不安。福島原発事故の影響により、精神的、身体的、経済的、さまざまな被害を受けた人たちに、再び原発事故の被害を及ぼすリスク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に恐ろしいという正直な気持ちがあります。议场内底会议当咧进行，煞不时传来抗议的声音。新式关议会2日针对地区回甲英式的市民投票，也等于是对核电厂停放表决。伫53席议员当中，由自民党主导的多数派系投赞成票，落尾以多数优势通过决议，同意北基价武核电厂停放。全球上大的北基价武核电厂是伫东京西北边差不多220公里的所在。自2011年福岛核灾了后，就关到呾。后来日本33座会当运作的核反应炉当中，有14座陆续开放，希望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瓦克。北基价武会是东京电力公司自福岛核灾以来头一届重新运转的核電廠。当社としましては、福島第一の事故。あれと同じような事故は二度と起こさないという強い決意、これをずっと持ち続けております。そして新潟の皆様にももちろんそのようなことは経験させない、そういう強い気持ちも持っております。日本目前将瓦克进口的燃料，首相高市早苗表态支持重开核电，也强化能源安全。东京电力公司预计上紧明年1月尾会重开6号机组，高一个反应炉恢复运转，东京地区电力的供应就会当增加要2%。东电也承诺未来10天以内对新习惯投入1000亿的日票，只是民调显示，当地也是有70%的民众对东电营运感觉真不安。要安怎伫能源需求甲民众安全感之间找到平衡，可见政府甲业者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